繼續來看，咱總統賴清德是提出這都市南國家調適計劃甲15加倍的政策方向，也毋過有一寡民間團體煞指出講，這4檔400億的經費呢是補助改善人行道，煞無來補助這樹仔的維護等等，所以呼籲政府應該來對保護樹仔開始，嘛着讓這民間團體甲專家會當來參與內政部的補助審議委員會。老樹的消失，這是我們非常建議的事情。就是在未來的話，我們中央路還有一段也是超過近100棵老樹即將面臨被砍除的命運。10個護樹團體甲國土署外口陳情，指出為着要讓過路人有舒適安全的空間，行政院2023年通過4年400億補助各縣市去改善人行道，煞無編列維護樹叢的經費，提出真濟樹仔攏拄當消失的危機。護樹團體提出訴求，呼籲賴政府要實現樹5加倍都市林計劃，應當對保護樹仔開始，嘛着讓民間團體甲專家參與內政部補助審議委員會等等。現在的審議委員會黑箱，就是內政部國土署補助這些預算，他說不補助砍樹的費用，可是砍樹的費用可能10萬，人行道是2、3千萬，他補助了2、3千萬給地方政府，那就是放在地方政府自己自籌砍樹移樹的費用哈，所以就是說這些路樹就為了國土署而死。嘛有人本交通路權團體出來相挺，因強調人行道毋是路有平有夠看就好，台灣的熱人真壓有熱，有樹才會當讓人行道舒適佮安全。因嘛指出一寡樹叢的樹根可能導致人行道無平的問題，這是政府無種適當的樹種，嘛無加留樹叢生長的空間所在。政府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在種植淺根系的樹木，才會導致人行道隆起，而不是樹木不好。強烈呼籲內政部國土署必須將4年400億的這個預算妥善的運用，要監管它人行道施作的品質，還有它綠蔭遮蓋的程度。針對民團的訴求，國土署也有派人出來接電證書。民團表示，樹叢有炸日頭、降溫、甲空氣淨化功能，嘛是城市生活的基地。因認為人行道的設計甲補助應當甲樹叢列入考慮，嘛要求政府在審查計劃的時，應當讓民間有參與甲表達意見的機會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